2025年4月份能量訊息：隱藏暗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中，以我自身嘅體驗分享4月份嘅能量訊息。關於呢個月嘅能量，就好似一個又一個大小規律嘅漣漪，起起伏伏，但充滿着隱藏嘅暗湧。當嗰個暗湧有足夠嘅能量嘅時候，就會爆發出驚人嘅破壞力。宇宙要我哋學習臣服，接受一切嘅發生吧。注意水嘅力量，尤其是偏南西方。平穩過後，暗湧自然而來，可能會出現一啲有關靈魂壓抑嘅課題。好好咁連結內我，清空那些記憶障礙，回到平衡寂靜裏，學習放鬆，神經也放鬆。呢個能量對女性影響比較大，好好咁保護皮膚同埋子宮，多聆聽身體嘅訊息，唔好內耗女性內在嘅能量。祝福地球，祝福人類，祝福大家，祝福自己。每一個當下都係超越嘅機會，多深層咁覺察，允許自己跳出嗰個舒適圈。嗰個舒適圈就係你嘅暗湧，跳出恐懼，唔好再被黑暗障礙物束縛啦。靈魂是自由的，只要你願意，你就是自由。唔好再被慣性束縛，去打破佢，戰勝佢，給自己設下保護，切斷那些黏附同埋不再需要嘅能量。不要再被外境所轉，向內我找回力量。覺察每一個念，一念生起，創造了無限嘅可能性。常持正念，不干預他人的課題，允許他人做自己。緣來則應，應了則不與之攀緣。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宇宙給我引導光嘅道路，朝向光，堅定你的目標。每個當下都保持能量嘅穩定性，這個非常重要。當你能量穩定，就不會被他人共振，不被境轉。能量不足，不夠專注力，因果課題嚟嘅時候，就會一直被障礙物干擾，不能完成，而再一次造就咗束縛嘅能量。相同嘅事件一直咁重複咁喺呢個秩序性上。如果你真正明白，當下就悟，因為本自具足，靈魂一直都係圓滿自由㗎。課題嚟啦，應該感恩，呢個係宇宙俾我哋嘅禮物，超越嘅機會。祝福大家，願力量引導你走向光。我愛你哋，祝福大家都活出最高最好嘅自己同埋圓滿。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。Yena Crash Alakin，Thank you and love you。